咱徛地用数道圣经来三角来个别咱来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首女玛利亚出世，伊本着彼拉多临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乱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来，今晚请坐。这是咱三角做伙来祈祷。创造天地、修饰万物的耶和华上帝，我满心来感谢阿罗你，因为你是万王的王，你是万主的主。就当今仔日一点，我要着用感谢要来入你的门，要用阿罗你要来进入你的院，我要来感谢你阿罗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是值得我来阿罗称颂的。就感谢你，多谢你伫万百姓当中竞选阮诚侪你的儿女，阮有份会当。认捌主是阮一生上介大的祝福，认捌你也是阮一生上介大的倚靠。主也真感谢主，你也阮有缘今早起，阮兄弟姊妹会当为你到伫主你的殿中，伫遮搁一遍来敬拜你，伫遮搁一遍要来领受对你遐来的疼甲恩典。求你的神只是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当中。除去阮心中一切遮的误会甲拉三，阮也要伫面前要来认罪悔改，检查伫过去的时日当中，阮有做的所行所做、所想所讲，除了互人绊倒，也是互人艰苦的。求主你的保护搁一遍来洗清伫阮，互阮会当常常会当警醒阮家己一切的言行举止、所行所做。主，但一点阮也要告主。今仔日要甲主讲坐道，主，阮毋但是要通过着圣餐，要纪念主你尔，阮更较特别、较要紧的，就是阮爱甲主有建立真美好的关系。主，但也要将今仔日阮的主任牧师交在伫你的手中，因为阮要对伊的喙伫遐所要讲出对你遐来信息，求你也教我伊，互阮伫遮所听的人，有缘会当得到利益，阮你的话会当诚侪阮的帮助，诚侪阮日常生活的尊敬。我来将今仔日第一场阮的圣餐礼拜对头到尾交托仰望，祈祷奉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要来奉献。哦，迄个问题是咧。启文63篇伫迄笔60日，咱现着咱三角来启用。启文63，神是对所毋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为当肯定。对神，咱知宇宙是对上帝的话创造的。对神也必比该恩献较好的祭物给上帝。对这个神，伊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做义人。虽然阿伯已经死，通过这个神，伊还得讲话。对神，伊若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人无过看到伊，因为上帝把伊牵线去。伊若受牵线以前，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搁信伊话，互祈求伊的人得到报赏。对神，那对还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
存敬畏的心，做一只大船，救伊全家。对这个信，伊定世间人会做。搁根据这个信，伊诚做伊的继承人。对信阿伯拉罕受调去底要承受做产业的地时，虽虽然然毋唔知知要去倒位，还阁伊有顺探出去。这个人通过因的信，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毋过无得到所应允的，因为上帝为着咱有较好的安排。伊的旨意是爱这个人甲咱有份伫这个安排。安尼所信的，才会通完全实现。这是要奉献。上帝，我满心来感谢你，因为你的听将我的将你的独生囝来守护世间，互阮会当因为伊来降入世间，互阮会当出黑暗来进入光明，互阮会当出世来入生。就当这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诚心来用奉献来回应你的听，求你感纳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奉献。加倍数伫阮的大家，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来，姊妹请坐。这是来报告。注意圣工的安排，咱请咱有迄个侍奉者，咱家己注意咱的侍奉的时间。我接来消息报告。今仔日咱有举行2024年的第5摆圣餐的礼拜，请咱的陪餐会员来强守圣餐，度目主恩。第二项，中执会公告，咱有定伫11月初9拜六上午9点半，伫迄个高雄大圆柏微笑影城，咱有包场《爱子归来》的福音的电影，请往办公室陈佩芬干事来登记。因为票数是有限所以咱来举报咱个杂志，所以欢迎咱兄弟姊妹。咱特别当邀请咱的慕道友做伙来去观赏这个福音的电影。当天上午8点50，伫现场咱伫遐照位位来领票，所以咱也袂当讲去代领，也是拣位，也是占位所以当天你若无出席，了后爱需要补缴这个专业的电影票费用是220块，互教会。这也各位提醒一下。
第三，装备课程新增加的文图学校的课程，对已经开始哦。逐礼拜是上午10点到12点，地点是咱敬拜中心，欢迎咱当持续报名来参加。第四项，下周主日下午3点半，伫3楼会议室要召开11月份的定期中职会，请全体中职出席参加，机构首长甲同工当列席。第五项，本会定伫11月24是今年2024年的感恩节主日，咱有要举办第一小项，为着救恩感恩，为着救人来关怀活动，时间是对早是9点到下晡5点，地点依然是教会副堂的头前。咱若有要关怀，咱爱记得你啊早10分钟来排队一下来关怀。咱若是关怀的兄弟姊妹，会当得到一份真好的礼物。关怀时段，咱若有需要，爱一寡较济的志工，所以若有意向的，毋茫会当小组长或者是办公室伫遐来报名。第二小项，当天有举办感恩见证礼拜，欢迎兄弟姊妹，咱会当见证来分享。如果若有要见证分享，请伫11月7日进前到伫办公室来报名，并且来交迄个见证你的稿。第二项具体消息，合作社要定伫11月3中昼11点50，伫咱副堂遐要举办定王养生奇迹的生活的健康讲座。伊的内容就是讲要安维护健康甲养生的美味轻松吃。希望咱会当欢迎社员伫10月30进前踊跃报名来参加，因为迄必须要准备迄个食材。因为迄天还是定王的头家家己去伫遐，互咱要安怎食咱的迄个原生的迄个物件，无经过迄个添加物的，所以若有意向的，咱会当伫10月30进前来合作社伫遐来报名。第二项。相助会，第一项有报名参加11月7日上午10点的会员大会兄弟，咱伫9点半就开始来报道，地点是咱的主堂。第二小项，家庭教会李黄英姊妹伫10月20已经蒙主温调安息主怀，要定伫10月29举行个别礼拜，敬请咱相助会员去交咱的相助会费。第三，学生牧区定伫11月9暗上6点到9点，伫咱敬拜中心有要举办小金牧师的祈祷特会，当天暗上5点半入场，会中有祈祷的服侍，欢迎咱兄弟姊妹准备心来踊跃参加。咱也要征调一寡祈祷要伫做伫妇人的服侍当中，欢迎咱有意愿的参与服侍，咱毋茫会当。甲迄个传道蔡明佳来联络。第四项欢喜的消息，就是本会庄恩启弟兄，就是咱信中曾长老甲李文传道因的大汉后生恩启要甲子云，就是玉德甲瑞美因的第二查某囝，要伫明年正月2025年正月初4上午9点半，要伫咱主堂。伫遮来举行结婚典礼，当天中昼伫迄个锦旗盛宴博爱馆，就是咱原来大巴遐，因有准备喜宴。男方的家长就是咱庄老师因遮吼，是遮会诚心要邀请咱兄弟姊妹参加，但是咱若要参加，毋茫会当伫11月17进前伫招待道遐吼，会当填写咱要出席要参加的人数，参加喜宴人数。安尼通互主家因会当好方便伫遐来准备因的道声。感谢咱诸位中职兄弟姊妹咱的协助。教界消息，咱请陈牧师。好，咱教会出身即个陈新伟牧师就是咱信殿兄弟但信殿兄弟的千金伫即个。主日下晡3点，伫迄个德成教会举行
就恁的受即礼拜教会圣歌队要献唱祝歌愿主祝福敬请兄姐会当带倒第二，高雄文感协会今年有出一个神剧认主的故事，为10个儿生，伫10月30日，就是拜四暗7点到9点，伫文化中心志德堂来演出，票价200但这200就是包括你可以当带一位慕道友免费咱若无要爱参加，会当甲陈培文干事来购买，欢迎兄姐带慕道友参加以上报告有一位咱蔡顺良长老所带领廖秀环姊妹今日参加咱礼拜卖伫什么做秀环节咱拍拍欢迎伊感谢主秀环姊妹好，请坐，愿主祝福你。即条咱三角做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圣经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11节显着，咱来看，我来强读。约翰福音第2章第3日，伫加利利的迦纳有婚姻的宴席，耶稣的老母伫遐，耶稣甲伊下生也互因请去赴宴席，酒用了，耶稣的老母就对伊讲：因无酒啦。耶稣甲伊讲：老母我甲你啥物干涉？我的时还未到。伊的老母甲遮个找用的人讲：既然伊甲恁讲的，恁着行伊。照犹太人洗清气的例，伫遐有摆6个石甕，逐个为底得2-3桶水。耶稣甲找用的人讲：用水互伊满甕，就互伊满到甕口。佮甲因讲：打着让伊芳互将你宴得的人，就芳互伊水变做酒，将你宴得的试啉伊。毋知对倒落来，独让水的找用知，将你宴得的就叫神经使来，甲伊讲：人拢是大声摆好酒，到人啉侪侪，才用较厝的。独你留好酒到即点。即个头一摆的新约，耶稣伫加利利的迦纳来显出伊的荣光。伊的学生就信伊，感谢上帝将伊为授赐予咱。这是赞美，咱要请上联圣歌队。
感谢咱这长辈带唱俄罗斯阳光归伫三位一体上帝。只是讲到，那么请咱的主任牧师、陈建牧师，今仔日所要用的题目，跟分享的是用信心甲感恩的心来领受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吼，互咱会当伫今年度咱来到10月上落尾一个主日，咱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会当来甲伊坐道今日牧师用约翰福音即个水变酒的即个神约故事甲咱想即个题目，就是讲用信心甲感恩的心来领受，用信心甲感恩的心来领受。感谢主吼，即个是牧师伫2007年的时阵吼，有一个真奇妙代志发生吼，就是伫迄年的7月24拜四伫台北我的大姐夫吼，伊突然有打电话来讲，伊吼换新的车，所以吼伊迄只车是还佫作战足好开吼，迄个应该是迄个面子嘛是220还是啥货车吼，伊甲换电线筒拢整理好势吼，伊想讲要送我，我感觉讲牧师开这面子的车敢有合毋过内面吼，上帝互我的感动就是讲，你得用信心甲感恩的心吼来领受，你得用信心甲感恩的心来领受，所以就约好讲8月7日拄新政生日会当去台北牵车，无嘛想无啥物机会通见面，大家斗阵吼庆祝一下吼。想袂到伫迄年的7月27吼，礼拜日我去故宫教会吼主持圣餐，因为故宫教会迄阵无牧师，我做无迄个传道书吼，我做小会议长。要转来时吼，即个海平长老讲吼，牧师请来迄个地下室的会议室吼，大家长老要斗阵开一个会。所有长老拢坐伫遐，我小点到底是啥物代志？牧师今日无要调小会，个大家长老拢坐伫遮是发生啥物代志？海平长老就代表即个长老讲，因为大家有一个感动要送牧师一只车会当做即个爸爸节的礼物这个车毋是讲你毋免担心，毋是为教会经常会出钱讲可能安尼会无好，是长老大家照家己的能力感动因不管出多出少，大家都是共同去奉献承担嘛当然我就会使讲非常的欢喜想讲哇，送只车，这车无简单的，这车袂少钱的毋过同款是即句话讲你得用信心甲感恩的心来领受，你要用信心甲感恩的心来领受。感谢主，感谢上帝。啥讲可能牧师你要开这只面子的，可能感觉无啥适合吧是你开这面子这旧的。这若保养嘛是足贵啦所以对你来讲可能还是更较大的负担嘛。上帝知影牧师的需要感谢主所以正长老就去买一只这个马有的这个小礼车感谢上帝这车当然就牧师会当伫16当久拢会当真里边有这个车通开所以我就只有打电话甲我的大姐夫讲多谢伊好意感谢上帝即摆教会有长老有送我只新的车所以我就有车通开你看会当整理会当送我更较适合的人感谢主伫即个过程中间，即个代志就是讲。
用信心甲感恩的心来领受。当咱会当安尼做的是，上帝伊有更较好的备办，上帝伊有更较好的备办，因为咱的上帝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阿们。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就是伫耶和华的山顶要有备办，上帝备办是上介好的，伊知影咱的需要。可能什么是上适合的？你可能用信心感恩的心来领受，虽然是真好的车、旧的车，嘛是用信心、用感恩来领受。但是上帝讲有更较适合的，所以这个新的车，咱嘛用信心、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个是我伫迄年一个足深的这个经历，甲一个领受。咱今日读这段圣经其实我的感受也是同款。伫这个迦纳婚姻的这个故事内底内面就是有信心，内面就是有顺服，内面就是有感恩。伫这个内面来经历上帝恩典。圣经记载这个迦纳婚姻的现象是头一件的这个信仰。最后说把水变做酒，把水变做酒。这个迦纳是伫拿撒勒北边超14公里的所在。主的学生中间一个叫做拿但业，拿但业就是为这个所在来。圣经甲咱讲，耶稣的老母玛利亚伫遐参加这个婚姻的现象。当年伊的接受邀请，一定是有真密切的这个亲情的关系。可能伊的老母是一个真够安排代志的人，所以可能主人甲伊邀请来帮忙伊免怎来主办这个婚姻的现象。和这个一切拢会当真顺遂。照犹太人当时的这个风俗这婚姻时间真长，至少7天大家伫遐欢喜快乐咱早时伫台湾，其实咱做囡仔时阵咱较长辈要结婚，无会讲1天的几啊天几啊天，进前大家都伫遐食物件，伫遐准备这个宴席。应该伫东港，我嘛是足侪天我逐所在风俗无啥相像。但是犹太人就是这个婚姻就是大事，大家亲戚朋友对足远的所在难得会当做伙，大家唱歌跳舞啉酒，这个当时的风俗所以伫今日这个喜宴内面发生一件代志，就是大家欢喜到一半这个主人甲玛利亚讲酒无安尼，酒无免怎？酒无免怎？这重要婚礼，大家为逐所在赶来，大家拢备万心带礼物，大家来甲祝福酒就是上界重要，因伫迄个所在跳舞快乐就是有啉酒有真侪物件通食酒无是免怎？这是真歹势的代志只能到一半尔但是感谢主，因为这个主人有邀请玛利亚、佮主耶稣、佮伊学生所以玛利亚伊就来甲耶稣讲因无酒呢，因无酒呢想袂到主耶稣甲伊应答讲老母我甲你什么干涉？我的时也未到这句话听了解成讲敢会安尼讲这个我甲你有什么干涉？就是讲这甲我甲你，哪有什么款的干涉？哪有什么地带？这若用咱即摆的话语就讲这都因兜的代志，这也毋是咱咧办，主人是伊说法的是伊这哪有是咱的代志？这就是原来犹太人因真习惯的用语这是甲咱有什么关系啦？这是甲咱什么地带？这也无咱的代志这是因兜的代志
主耶稣讲我的时还未到，意思是讲吼，耶稣的时毋是照你所想的，伊毋是人咧甲讲即个时要安怎，迄个时要安怎。耶稣有主权，伊会当照伊的时，就是照上帝的时间来做代志。所以就要仰望听候上帝的时到，就要仰望听候上帝的时到。这是伫约翰福音真注重即个时，所以我咧讲时间，伫约翰福音对这时间是即个时非常的注意，即个是什么时？即个时希腊语普通的1分60秒的时间，还是讲这是迄个特别的时间，还是这个是上帝的时间？这意思无相像这个字Chronos Kairos 个 Ion 这三个字希腊字真有上帝时就是叫上帝时，这毋是咱一般咧想象的，上外是超过咱的时间空间的。上帝咧行代志有伊的时甲期玛利亚伫主耶稣即款的应答了，伊是一个真有信心佮顺服的人。听到即个话了，伊就去甲这个找人来讲伊甲你讲什么，恁就做什么；若无甲恁讲什么，恁就毋通做什么。你就照伊讲的去做就对啦。迄个时阵犹太人因拢有清气的礼，清气的礼，大家要来喜宴，遮济人，中东吐沙粉真济，所以落暗光诚大的暗光，菜伫迄个门口的所在，每一个暗光拢会当滴几啊桶水。差不多会当会使讲20-30加仑的水，会当滴入内底。遮济水，当然就是有足侪遮的人客要来，大家就爱洗手、洗脚，种爱做的代志。所以到时间到咱的主耶稣就对找人讲，你甲即个暗光内底倒水，甲倒互满，倒互满，倒甲即个甜嘅，这找人玛利亚有甲伊吩咐，所以我那足顺服的。讲这时阵是倒这要创哪有水遐济，倒遐济水要创拢无问，就照安尼去做，甲倒满。咱看见这找人的就是真顺服。我顶礼拜日下晡时，若无代志我足爱看迄个 Good TV 的迄个助力的电影迄样面拢真好的电影顶礼拜 Good TV 就是即马连续咧播迄个叫做《神选之人》迄做耶稣的故事，才足好看看了足感动即内面的即个电影其实足有启示性特别即个做到即个工即个婚姻演下即段伊的编剧迄个摕准备酒来即个主人办即个喜宴的是多马耶稣的学生，后来学生中间多马的翁仔某啦，夫妇啦发生即款代志，哇，可能算毋对，还是啥，还是讲说人家说伤济真正是逼倒这无法度真正歹势伊也想无补。但是即个多马伫圣经就是一个足理性的人伊动，但是若无看到、无摸到无有迄个帮伊就是。所以咱人的个性有诚侪种，有人你要叫伊进入迄个信心的迄款的迄是真困难。伊就是爱经验着，伊爱掌会着，伊就是即款人。所以当玛利亚甲耶稣讲，耶稣后来就当然伊就起内底，伊知影讲无时到爱处理即件代志，爱甲这个找人的讲，爱做即件代志但是即个多马伊的太太会当顺服，伊就袂当，伊就感觉无信心，免来用即个水纯做酒啦。开玩笑，咱即个酒，即个互啉要到地，袂啉的去用嫌掉，咱即个名声就拢完全去招牌拢跳掉呀。所以伊就
真理性搁倒移，所以伊就无感觉。但是主耶稣知影你的多马足理性搁傲疑，所以耶稣就甲呼调多马，你著要放下你较早你所惯习的即款的计算、估计方式的方式你过去你真有计算，你真有迄个估计，你真了解这个代，但是你来跟着我，我要互你一个全新的超过你过去会当计算、会当估计方式来经历上帝恩典。哇，这个多马受这个主耶稣对伊的这个呼召，这个故事那个像这个影片中间有一段。这个导演的意思就是要甲咱传达一个真要紧的，咱要跟地主的人，咱应该就是要有这款的心思，咱就要有这款的意念。所以这个影片伫遐咧讲这个写诗的时阵咱读马太福音咧讲，恁啊说你，恁毋通将这个好事行伫人的面前，故意互人看见，安尼恁就袂当得到。恁的天父的赏赐，恁要好人的时阵毋免伫遐咧笨蛋毋免像假好人伫迄个街路遐讲要用看到你的好所行来得到荣耀。我实在甲你讲，恁已经得到恁的赏赐恁写诗的时阵恁的倒手毋通毋通互倒手所做的正手知影即句话就是。叫咱伫喺暗去做伫暗中咧看上帝伊会报答你的所做。那这段圣经咱咧读，咱会理解。久长以来，就是大家咧讲咱做好毋通互知啦。所以好像奇怪讲伫台湾咱这个教会做啥物好事感觉讲到迄个倒手做毋通接受使，所以也毋通去报用。毋过为人咧做的，你若看实际咧做好，都受过电视报，大家拢知影。我头一届去感受着讲，这段圣经到底要甲咱讲啥？咱咧想的就是讲行好毋通互知，应该归互上帝。但是其实这个倒手毋通互正手知影伫迄个内面甲讲意思你毋通想济啦，毋通想济啦。倒手甲正手是同一个身躯啦，是今仔无讲应该是一万年久尔你都倒手摕出正手就算倒手摕出正手就知，但是伊就讲咱茫想济，以前你毋通想理性你要行。你做好事的时，你要奉献的时，上帝感动你的时，你若搁了想一个你就做袂出来，你就行袂落，你的信心就减弱所以咱无论做什么款的代志，就要用信心甲感恩的心来做。无论是你的行好，无论是你的奉献，无论是你要讲语言，无论是要人祈祷，兄弟姊妹要讲祈祷要有迄个语言的性质一个上要紧的秘诀甲关键是啥物？信心嘛，就是毋通想多啦，想多都毋是你你上帝互你的感动，头一句要为你祈祷的，你就甲讲出来，迄叫做信心，迄个上帝感动。搁想一个，敢有影，敢通，敢安，敢对，你就行袂出来，你做袂出来。当然，咱做代志袂使伤匆忙，做代志袂使匆忙，无计划也袂使。但是有时上帝咱伫行好的顶面，伫奉献的顶面，伫语言、伫祈祷顶面，爱操练迄个信心免想济啦，想济就做袂出来。这就是这个圣经这个多马是一个想济人，但主耶稣要讲。上帝会当真正行这个权能，会做这个代志，互你想象袂到的，互你目睭毋捌看见，互你的耳孔毋捌听见，互你的心毋捌想到的。这就是这个婚姻的宴席所行的信业，要互咱的信心。所以讲你甲这个好的酒留甲一点，伫第8站最后所甲这个前员工，你即摆当甲养出来，送互这个管理员队的。送互因
会当送互人客啉。这个人嘛是顺服，无是讲迄水呢，迄水呢，但是伊甲试看觅，这毋是水，这是上介好的酒，甲这个留到遮久大家嘛拢用迄个先好的互啉已经马西啊，啉迄种歹的拢毋知影，结果甲好酒留到即满所以这个观念就当然甲新郎叫来讲，看恁是安怎？大家人嘛拢先啉好的，到要啉歹的，结果恁是到即满甲这个好酒留到即点这个婚姻的宴舍酒饮料对主人是真见效代志，但是因为有水耶稣伫这个所在，水变做酒，佮变做好酒，互这个主人有体面，互这个喜宴充满了喜乐。这是水耶稣行的头一个信念。所以讲，迦纳变酒，婚姻中，同乳必由智慧高，有主同在，水变酒，甲主连结，温满溢。兄弟姊妹，咱伫咱的人生的中间咱有时会拄着像这个迦纳婚姻宴舍拄着的即款的困境，酒饮料想无补但是感谢主。当主伫咱的中间，当咱会当向主求讨相信奇妙的代志的确会发生，因为咱所信的上帝是行信业的上帝，是互有变做无的上帝所以咱若读圣经，咱看见有真侪故事伫旧约中间，以利亚的时代因为因得罪上帝拄着饥荒，上帝无降落雨水伫因的中间，就找即个以利亚去到撒勒法的所在，种的所在，讲遐有一个寡妇会当饲你。即个以利亚当然就是顺服上帝就去用信心就去即摆都拢饥荒无去遐撒勒法遐有一个寡妇寡妇一定是善车结果是剩一杯米粉，一点油，就是用的食的，甲因囝讲咱就准拄好死就死但是拄了这个伊佫想要甲讨做一块饼来互食这是人我讲毋知是但阮都无通食迄个亲戚都无够，你佫要拍看阮都无通食，你佫这抢人要佫甲我讨。但是感谢上帝，这个撒勒法的寡妇无拒绝，伊嘛是用信心、用感恩的心，这个抢人好我就准备互你食照以利亚所讲的，结果毋但互伊食，因佫会当食佫这个油未减，米粉未了拢食甲饥荒过佫有剩，这就是信仰。伫以利沙的时代嘛是同款的信仰这个门徒的学生因为这个门徒过身去负责这个人要甲伊囝甲掠去准拄好会当变做刑罪慢慢安怎？当然找这个以利沙讲你有啥物？当油尔，一罐油尔，无要紧，去招空管去招招就开始停油，管个停油停了佫停这管照了的拢停满就油就停止这油会当去卖毋但囝毋免去用掠去做路财佫会当生活。这个妇人人就是用信心来领受，伊也是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伊也无要求，伊就顺服去做，这个信就发生。这个空管就变做油罐，这油罐就是迄个钱罐，就是宝罐，因就是会当安尼来生活。伫耶稣的时代，耶稣伫革哩山的河边，一群人这是讨伊的彼得甲这个安德烈，因这总是讨伊的，结果规暝着外头拢无真灰心大家伫遐咧拍梦补梦，想讲都也无休困，但是主耶稣出现伫中间，该照船伫遐讲道互因听，后来佫甲因讲甲船开到最深的所在，你会当拍梦来讨伊。因这人
想讲啊，阮遮拢是讨伊师傅啊，你这到底什么人竟然咧命令我？但是因嘛是照主的话安去做，一个拍落去，真正掠足侪鱼。这个网到尾哩，佮叫两只船来载，本来是空船，即马变做满船，这是信仰。啊，这就是当因会当用信心顺服，用感恩的心，也无伫遐埋怨，按着去做。兄弟姊妹，我相信这个代志发生的上介大的一个秘诀，就是信心、感恩来领受。会使记咱要甲主坐道。不管咱即摆状况到底是甚物，我所拄到的是甚物？兼在我的身躯有病痛，兼在我伫甲人的关系有问题，我的工作上有困难，我的事奉上有阻挡。但是兄弟姊妹，当咱甲主坐道的时，求主搁一遍，互咱会当恢复甲伊的关系。这个经历伊的人所做的见证。那个魂咧为咱，咱就要用信心、用感恩的心来领受。咱就将咱的代志来交托咱的主，互伊做主，互伊掌管。咱相信，当咱用信心、感恩的心来听候伊的时到，相信上帝伊的时到，代志一定会成就，事情一定会发生。咱三个来祈祷。亲爱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早起会当甲你坐道，互阮搁一遍用信心甲感恩的心来领受你的身躯甲保护。主啊，是酒，就是葡萄汁，也是普通的面包甲饼。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你为着阮所做成的，你应允互阮要成就的。主啊，你的恩典的确要临到阮，互阮搁一遍会当用信心甲感恩的心来领受，甲你结连。阮会当将阮所有的代志带来到你面前。当阮甲你坐道的时，阮会当甲你当头对面。阮会当向你讲出阮心中无论是任何的苦情，还是阮拄着的困境。相信上帝啊，你是阮的主，阮的上帝。你的确要替阮来担当，你一定要替阮来排比，你一定要替阮来设法。主啊，你一定要做成你美好的旨意伫阮的身躯顶。主耶稣，阮感谢你，阮学了你，听阮的祈祷，感谢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这时要来吟一首的诗歌，咱要来甲主坐道。就是362首啊。请咱起立来吟。
一些多个在我心面前，你是人类最大快乐，我命最我的好处。请坐。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这个时，咱照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圣，咱照伊的圣模样，咱大声来感谢上帝，三甲来祈祷。主上帝，阮现在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这事，愿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伫你的面前所享受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者会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为人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我安尼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咱要请长老来旁边。兄弟姊妹，咱记着这个饼，咱用信心甲感恩的心，要来领受。咱来听主耶稣对归永义人所讲恩典的话，讲今仔着我担重担的，就问我，我要互恁安息。我就是活命的饼。受困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受困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你。所以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我要入去甲伊食，伊也甲我食。兄弟姊妹，咱用信心来就近主耶稣，咱用信心的目睭。咱来看主耶稣伫咱的中间，甲咱坐倒。咱用感恩的心来领受
伊为着咱做成，透过十字架功劳所完成的救赎。伊为着咱拍破宝体来赎回咱，伊流出宝血来洗清咱拢总的罪。亲爱的兄弟姊妹，摕去食，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你，为着我拍破的，咱就今日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食了后，主耶稣也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色里的。恁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恁逐摆啉这个杯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请长老来旁杯。主耶稣讲，要喙打翕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要喙打翕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兄弟姊妹，主耶稣基督，伊听咱，甚至为着咱来牺牲伊宝贵的生命，透过伊十字架的救赎。伫十字架顶受枪插，裂袂开，流出血甲水。伊透过所流的宝血，洗清咱的罪。主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会当洗清咱的罪，赦免咱拢总的罪，也会当医好咱拢总的症头。咱无论是肉体病痛、心灵的病痛。心内的郁卒、心中的苦情、生活的困境，兄弟姊妹，互咱会当伫主耶稣同在时，咱会当甲主耶稣讲，那像玛利亚甲主耶稣讲，因无酒啦，兄弟姊妹，咱会当将咱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这拢有记着这个杯吼。摕去啉，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新约。咱啉的是着今日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比例，咱三甲来感谢。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极大的疼痛，互阮会当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各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
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互阮对早以后会当荣光你。主啊，愿阮的祈祷，愿阮所对你吐出的苦情，对你所摆列一切阮所有的困境、艰苦，主你拢知影。你要替阮担当，主你要帮助阮，互阮会当经历你奇妙恩典、奇妙的作为，彰显伫阮的身躯顶，互你的旨意执成，互你伫阮的身躯顶，伫阮的中间来得到荣光。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这时阵要来请咱的长老来受圣餐的奉献。兄弟姊妹，咱甲主坐道，领受伊的恩惠，咱也欢喜用信心、感恩的心来奉献，来感谢伊，来学乐伊。现在请咱大家起立，咱来做奉献的感谢。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甲你坐道，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福气。主啊，阮感谢你，那像伫婚姻这个迦纳婚姻的宴席，会当有主耶稣伫迄中间，受邀伫迄个中间。主啊，伫迄个中间就有恩典，伫迄中间就有祝福。主啊，阮相信，阮伫信心内面，伫感恩的心内面，来领受你十字架所成就一切功劳，互阮会当用信心来领取主啊，你为着阮成就一切。主啊，互阮真正若有白疼艰苦，主啊，阮向你呼求，愿你的医治伫阮的身躯顶来彰显你的荣耀。主啊，阮有甚物款的祈祷、求祷，带到你的面前，阮来经历上帝你的权能，上帝你的恩典。你的丰富会当彰显伫阮的中间，所以这是阮献上感谢，奉献阮的金钱来报答主你救赎的恩情。主，阮感谢你，求你感纳，求你也祝福，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即晚咧，愿徛伫咱来吟祝福祈恳的诗歌，圣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咱吟这首。现在最后。
祈祷，咱们请当家牧师。让恁通平安去。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衰。阿门。请坐，咱第一场生产主日的礼拜，咱到这结束。愿上帝祝福咱。